提琴啦係一種擦奏嚴明嘅樂器，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國。佢喺器樂中佔有極重要嘅位置，係現代交響樂隊嘅靈魂之處，亦都係具有高度演奏技巧嘅獨奏樂器。小提琴嘅音色啦變化多端，適宜於表現熱烈、輕快、輝煌，以至最富有戲劇性嘅曲調。西方嘅小提琴隨住貿易往來而流傳四方。咁而喺中國傳統民族樂器入邊，同樣有一種拉弦嘅樂器，號稱係東方小提琴。佢同樣音域寬廣，但就被中國人含蓄咁演繹出悲愴陰柔之美。佢就係二胡啦。二胡嗰種撩人心弦嘅聲音，究竟從何而嚟嘅呢？同西方嘅小提琴相比起嚟，二胡又有乜嘢特別之處呢？喺漫長嘅歷史長河入面，呢一種別具中國特色嘅東方小提琴，穿越過金戈鐵馬，流連於唐詩宋詞，喺一代代藝人嘅指間，跳躍出中國民間樂曲嘅璀璨星光。一把細細嘅二胡，唔單止同中國嘅歷史文化緊密相連，仲隱藏住好多鮮為人知嘅秘密。西方嘅小提琴琴弦一動，就傳嚟咗熱情儒雅嘅旋律，充滿咗濃郁嘅歐洲紳士之風。而二胡就喺藝人手中表現出最為地道嘅中國韻味，悠揚婉轉，韻深藏美。二胡獨特嘅音色同極強嘅表現力，奠定咗佢喺中國民族樂隊中顯赫嘅地位，係民族樂隊中最重要嘅靈魂樂器。香港傳統文化本來就有濃厚嘅嶺南文化色彩，隨住物轉星移，到咗今日已經逐漸咁被邊緣化。大眾傳媒塑造嘅流行文化明顯偏向商業化，對於二胡呢種傳統嘅中國樂器，時下嘅年輕人呢，大多數會報以老土嘅眼光。但係你可能唔知道，其實香港都有好多人呢係鍾情二胡噶。喺2001年，香港中樂團所籌劃嘅香港胡琴節，透過一系列多元化嘅活動，重現咗胡琴喺歷史上走過嘅足跡。1064個胡琴嘅好手，攜手喺維港海旁演奏激昂嘅樂章，千言齊鳴，揭開咗胡琴史上前所未有嘅一頁，同時申報健力士最多人合奏二胡嘅世界紀錄。不過呢個紀錄好快就被打破咗。喺2004年，喺江蘇省有1490個二胡演奏者同時演奏多首二胡嘅經典曲目。江蘇省係中國江南文化孕育之地，其中蘇州市更加係江南文化歷史名城。蘇州嘅民族樂器生產已經有1000幾年嘅悠久歷史啦。早喺宋代，呢度就有初具規模嘅民間作坊，民間樂曲樂器早已經深入咗民心。喺台上，藝人彈唱住流傳遠久嘅愛情故事，長腔就好似溪水咁細細流淌。喺二胡同埋琵琶嘅伴隨下，喺茶樓裏邊蔓延開去。悲鬱嘅旋律帶住永遠都抹唔去嘅憂傷，講述住一段又一段嘅悲涼人世嘅滄桑。絲弦聲仿佛就好似一直喺歷史歲月中流浪，共鳴者回望人生。我哋要揾嘅二胡就係喺呢度啦。
蘇州製作嘅二胡被認為係二胡嘅傑出代表。呢個係二胡嘅琴弓，弓上嘅線叫做弓毛。咁嗰啲弓毛係用乜嘢做成嘅呢？咁工匠咧用一條2尺幾嘅鋼葦竹，熟練咁將兩端焊敲出一個弧度。呢個咧就係弓桿，用一束黑色嘅馬尾毛固定喺做好嘅弓桿上，二胡嘅琴弓就咁完成啦。琴弓用馬尾毛嚟製作，標記住二胡起源。二胡嘅前身呢，被稱為馬尾胡琴。據史料記載，二胡嘅雛形始於唐朝，到而家咧已經有1000幾年嘅歷史啦。咁當時咧叫做繫琴，繫係隋唐時期居於中國北部嘅一個少數民族部落。繫琴係一種佢哋使用嘅樂器。中國古人將少數民族同外國人呢統稱做胡人。因此，由少數民族流傳落嚟嘅樂器就成為咗胡琴啦。喺中國古代版圖咧不斷咁變換，亦都不斷咁俾中國古代嘅樂器演變注入咗新鮮嘅外族元素。喺唐代嘅邊塞詩歌入邊，成日可以睇到胡琴嘅身影。對於經常喺邊疆同胡人打交道嘅古代兵將嚟講，胡琴係軍旅生活嘅寄託。喺蒼茫遼闊嘅邊疆，二胡由一開始就帶上咗蒼茫嘅色彩。佢嘅聲音低沉，胡言悲愴，引發咗戍邊將士嘅思鄉之情，就好似風吹過草原，吹動咗人嘅情思。馬尾胡琴出現喺北宋時期，佢係當時主要嘅拉弦樂器，好流行噶。古代科學家沈括曾經記述咁嘅形狀：龍首二弦，用馬尾作弓毛。隋唐時流行嘅繫琴係用竹片或者係高粱杆摩擦琴弦，但係後嚟點解會改用馬尾呢？據講，馬尾胡琴咧係嚟自中國北方嘅匈奴、突厥等游牧民族噶。佢哋生活喺大草原，唔單止能歌善舞，仲擅長騎射狩獵，同埋擁有大量嘅馬匹。因此最早發現馬尾嘅特殊之處。我哋喺放大鏡下面睇一下馬尾嘅精細構造，可以睇到馬尾上布滿咗特有嘅倒刺鱗片。二胡嘅弓毛需要有非常好嘅震動性，先至會發出美妙嘅聲音。而喺馬尾上嘅鱗片倒刺啱啱好啦，能夠好好咁增強咗震動性。用馬尾作弓毛時，仲要喺佢嘅上面打上咗松香。呢種做法由宋代就開始流行噶啦。松香深入馬尾上嘅細小鱗片，增強咗弓毛嘅摩擦性。古代製弓師傅通常都會選用成年雄馬嘅馬尾，因為尾毛較粗、強度高，更加有柔韌性。而且呢種天然嘅刺狀鱗片呢，依然好難被現今嘅科技所取代，彰顯咗古人嘅智慧。馬尾胡琴嘅名就係咁樣嚟噶啦。但係弓毛同埋琴弦嘅摩擦只係產生震動，並唔係二胡真正發出聲音嘅地方。二胡仲有啲咩其他嘅秘密？廣告翻嚟之後再話俾大家聽。